嗱，我經常呼籲大家學好粵語啦。咁除咗因為粵語係我哋母語之外啊，仲因為粵語咧真係一門好生動活潑嘅語言嚟嘅。講起身係零舍過癮嘅。例如喺粵語裏邊啊，形容聲音嘅四字詞語咧零舍多嘅，而且非常之生動到位嘅噃。譬如話形容打爛嘢叫做乒鈴乓啷，形容啲物品撞嚟撞去咧叫做傾鈴哐啷，形容清脆嘅物品撞擊嘅聲音咧叫做聲鈴生啷，形容食嘢尤其食麵食得好快咧就叫做唰哩唰嘞，形容做事做得好快叫做嘻嘻冚冚，形容一大班人聲勢浩大咧就叫做興興冚冚噃，而形容流眼淚流鼻涕流得好緊要叫做肥哩肥嘞，仲有形容一堆亂七八糟嘅嘢夾夾埋埋咧叫做棘哩夸啦，形容兩個人細細聲傾密偈咧就叫做吱吱浸浸，而兩個人關係親密打情罵俏就叫做依依泣泣。咁粵語呢啲四字象聲詞係咪好過癮呢？你如果知道仲有邊啲呢，不妨都留言講一講啊！